上集讲到，一个天生带有反社会人格基因的男孩杀害了养父之后，涉及多宗命案，向神父告解无果后成为杀人犯。15年前，韩国发生了一起命案，引起警方关注。一家4口遇害，死状惨烈，但唯独上小学的大儿子活了下来。虽然孩子还很小，但是警方还是觉得这个孩子在经历了这么大的变故后淡定的不寻常。迫于无奈下，警方对他进行了测谎，问的每一个问题他都能脸不红心不跳地回答出来。警方没有证据，只好将他释放。男孩走出警局，看着远处教堂上的十字架，心里知道神父还是没有听到他的祷告，这是他第一次真正的杀人。虽然感觉很累，但这感觉让他觉得新奇又舒服。多年以后，在一处拳馆发生了一起凶杀案，死者死法奇惨，他被反绑在拳击场中央，全身被烧焦，而且他的身份特殊，是25年前人头猎人案件中受害者的家属，一桩未平，一桩又起。另一个雨夜，一个单亲妈妈独自走在回家的巷道上，她发现身后有一名男子一路尾随她，鬼鬼祟祟，于是她加快了脚步。等她走了一段距离之后，女人回过头查看，发现尾随她的人已经走远，看来是自己想太多。她悬着的心刚刚放松下来，女人回过头却发现一名黑衣人站在自己面前，对准她的胸口就是一刀。第二天，警察武志正在楼道间追捕犯人，好不容易将其制服，犯人却闻到了浓重的酒味，犯人趁机逃跑，一路被追到了天台。犯人警告武志不要靠近，他觉得这个警察就是个疯子，之前开枪射击他，现在又穷追猛赶，似乎是要置他于死地。武志一副无所谓的态度，知道犯人胆小不敢赴死，开了一瓶酒在旁边悠哉等候，言语中满是挑衅。但是等他一回头，犯人竟然纵身一跃跳了下去。武志绝望之余，又坐在天台开始喝酒。他也是25年前人头猎人手下的幸存者。此时他接到一通电话，说辖区内又发生了一起命案，雨夜被杀害的女性尸体出现在下水道中。武志带着酒劲赶到现场，却因为意识不清醒被赶了出去。看完案件现场，他来到韩旭俊的监狱与他会面。这么多年，他一直在等待韩旭俊被判死刑，即使知道不可能，但也会在他孩子面前将自己受到的伤害全部奉还。韩旭俊听到孩子以后觉得荒谬，因为当年他的妻子知恩告诉他，因为检测出来的恶人基因高达99%，妻子不会允许韩旭俊恶魔般的基因得到延续，所以妻子打掉了这个孩子，所以他没有可以被用来复仇的孩子。但武志却告诉他，自己亲眼见过韩旭俊妻子身边跟着一个儿子。这一条消息倒是让韩旭俊感到意外，看来自己引以为傲的基因被流传了下来。武志也想起自己之前见到知恩的情形，当时他还在读中学，他的哥哥被抢救了过来，但是因为受伤严重，前后接受了9次手术，所以他要知恩给他钱来赎罪，哥哥的伤还没有痊愈，他只能找杀人凶手的妻子要钱活下去。但是就在两人争执时，武志看到知恩身后有个男孩叫他妈妈。陷入回忆中的武志没有注意到路边有人，他赶忙刹车，好在对方平安无事。武志下车查看，发现巴领正在解救马路上的一只小鸟，并且不断向他道歉。武志奇怪地看着巴领，不知道他是傻子还是太过善良，为了救一只鸟连命都不要了。监狱里，韩旭俊因为人头猎人的称号称霸监狱，所有人都怕他对自己动手。这天，监狱里来了一名新狱警，韩旭俊找他要线，却遭到了拒绝。狱警知道监狱里的人都怕韩旭俊，但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他凭借一身正义，对韩旭俊坚决不服软。但是监狱里的医生找到他，交给他一包线，并且好心劝告狱警不要和韩旭俊作对，他不会轻易动手，他想要什么只要不违规就拿给他。狱警没想到监狱里的人都对他这么生畏，自然不服气。与此同时，巴领来到了监狱，他是这附近的巡警。这一次他准备为犯人们表演魔术，刚好魔术表演需要用到线，狱警便顺手将线交给了他，殊不知这为他惹来了杀身之祸。另一边，武志重回命案现场进行调查，同行的崔记者以武志上班时间喝酒为由，也强行加入调查。武志在下水道的入口找到了死者的血液，同时在旁边土堆上有一处男性脚印，他推测昨晚受害者在下水道附近遇害，加上旁边土堆上的脚印和受害者背部衣服上展示的拖痕来看，
推测被害人遇害后又被拖到了下水道口，为什么要更换杀人地点？这么麻烦究竟是为了什么？武志让记者摆出死者的样子，连手指的方向都1比1还原。他顺着手指的方向看去，看到了远处教堂上的十字架。看来犯人心里的怨恨与十字架有关，而且原本戴在犯人手上的戒指也消失不见。武志觉得这起案件与烧焦的尸体一案有关。2个人来到拳击场，当时被害人被反绑在拳击场中间，背过去的手指也是竖起来，指向窗户外面看到的十字架。另外，被害者的拳击手套消失不见了。2起案件都有信物丢失，并且都指向十字架，看来这是一起与宗教有关的复仇案件。因为拳击场上的死者明显在生前遭受了毒打，犯人还要求他念出一段圣经，很明显2起案件都是同一人所为。监狱这边，巴岭的魔术表演已经开始。当韩旭俊抵达现场时，刚好遇到魔术的高潮部分，大变活人。巴岭邀请了1名罪犯上台表演，给对方扣上铁链后，开始转动箱子。但是当他吊足了胃口后，打开箱子，发现新来的狱警满身是血的躺在箱子里，现场一片混乱。韩旭俊却淡定地走上台，要走了巴岭手上的线，为他急救。巴岭不敢轻举妄动，但是神父都示意他交给韩旭俊，而这个神父就是当年差点被韩旭俊杀害的武志的哥哥。狱警被送往医院急救，等候时一位老妇人突然嚎啕大哭起来。老妇人是拳击场被害者的亲属，遭受到打击的她一心寻死，没想到此时一位长相清秀的医生走过来拉住她的手说，如果下次想死一定要找准血管，只要再深2厘米就能彻底死掉。能说出这么无情的话的人就是神经外科医生耀汉，但是从他说出来的劝病人去死的话来看，他内心对于死毫无畏惧。好在抢救及时，手术很成功，多亏紧急救治的方法做得好。听到进行预处理的人是韩旭俊，耀汉2话不说直接离开，而刺杀狱警的人已经水落石出，是一个十分崇拜韩旭俊的犯人做的，对方自己也承认了所有罪行。刚刚从命案现场离开的武志和崔记者一路分析，凶手一定是学医的人，对人体结构十分清楚。但没几天又接到一起命案报告，在一处荒地，一个50多岁的流浪汉离奇死亡。而没过多久，武志再次接到同事电话，警察在被害者身上发现了拳击场丢失的拳击手套、下水道女人丢失的戒指，以及流浪汉丢失的一只鞋子。但是现场还少了一样东西，没有十字架。武志到处寻找，最后在死者的口腔上颚发现被刻了一个小小的十字架。看来这和前面几起案件一样，是同一个人所为。武志发现大棚上方有字，他拨开藤蔓，发现凶手给他的留言，答对了，对你的推理能力表示敬意，满意给你的礼物吗？这无疑是对刑警的一种挑衅。耀汉此时来到了看守所，他见到了25年前的人头猎人韩旭俊，2个人的性格如此相似，外表看上去都像个普通人，但是内心又城府极深。这天，巴岭来到医院看望狱警，正好与进门的耀汉对视，2人不约而同地想起母亲曾说过与他们一样有恶魔基因的另一个孩子。现在的他会过着怎样的生活？是善还是恶呢？到底谁才是韩旭俊的孩子？耀汉是不是这些案件的真凶？答案呼之欲出，扑朔迷离。记得关注收藏，敬请期待下集精彩剧集。